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欢迎回家，回到神的家，也回到我们最爱的迦南教会的家。那我们一起用这首歌，我们来敬拜他，回家。我们用这首歌，我们来谢谢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，而且也是一个很有盼望的家。我们一起开口，用这首歌来赞美他。你可以自由的，你想要坐着，你想要站着，都可以。亲爱耶稣，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是的，我们一生都属于他。我们一起再来唱。亲爱的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回家，欢迎每个人回到神的家。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也谢谢你供应我们，让我们在过往的日子，我们因为你丰富了我们的生命，丰盛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拥有你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也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有盼望的家。主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向你全然的献上我们自己，因为你配得我们来跟随你，你配得我们来爱你，你配得我们向你全然的献上。愿我们今天我们所献上的，也都能讨神你所喜悦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全然的献上。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将我们的生命挚爱也都献给他。都献给
对神的渴慕，对神的渴望，我们再一起来全然的献上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意，跟随你是我的心愿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十架就在前头，时间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悔。十架就在前头，十架就在前头，时间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一起来宣告。十架就在前头，时间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时间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。是的，基督是我们的满足。当我们愿意全然相信的时候，神就会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因为基督，他一直是我们的满足。你可以享受在这个旋律当中，用你的心灵诚实一起来敬拜。你是我奖赏，是我唯一所爱慕。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，在试炼中，我立刻唱，永不回头，我的自由。基督是我满足。基督是我
决定要来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呢？是不是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唱，向我们的神说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向神来唱，向神来唱，向告诉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神来唱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带领你的众儿女到教会来敬拜服侍你。主啊，我们诚心诚意的献上我们的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要将当归给神你的荣耀，全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攻祷。首先，我们做感恩跟认罪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节，一起来。上帝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好，我们首先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他独行其事，创造万有。也是公义的神，查救罪孽的神，也是赦免我们罪的神，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悔改，求主来饶恕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你的看顾，让我们来敬拜你，创造我们的来称谢神，邀请圣灵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主，因为你创造了万有，并且万物都是因你而起的。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使无变有，使你复活独一的真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创造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赐福赐恩给我们，在一切的苦难患难中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，因为你看我们为至宝。主啊，我们也要谦卑，来到神你的面前，将我们一切的过犯摆上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享受你的同在，领受你的祝福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做医治跟释放的祷告。来，我们一起读经节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颂赞你的名。义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
请主耶稣成为我们灵里思想、情感、医治身体的主，将我们的忧虑都来献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也是可以按手在我们的心上，或者是我们身体受伤的地方，求主来医治我们。恳求神也能够透过神的安慰，来让我们愿意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也医治我们的全人全心，我们都能够得到神你的医治。来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医治人的主，将我们的灵魂体放在神的面前，求主你恢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在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中，让我们得到自由。可是必须要承诺，你是世人的神。我们虽然说必须没有太多的强大，但是你的恩典够用。我们将我们每个人摆在主的面前，所有来帮助向着教会们，让我们能够相信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。这样感谢祈求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掌管世界万物的神，生命是你所创造的，气息也是你所赏赐的，并且你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。我们要宣告，任何的疾病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。我们要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医治他们身上一切的病痛，恢复他们身体的疾病，让他们健康起来。凡一切不属神的，求主你完全的挪去，求主将一切的捆绑来捆绑他们，释放你的百姓，让他们在灵里得到自由，真实来经历你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透过你放在我们心里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，因为饶恕可以使我们完全得到自由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再来为主日守望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经节。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众人死，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，他为众人死，为要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。好，一起为我们的牧者跟长子团队，还有本周的所有的服事人员来祷告，求主恩膏赐下属天的能力权柄，使所有的服事同工能够来荣耀神，使人得益处。好，为着4月7号今天财务部会，求神赐给智慧，让教会的钱能够善用，在不同的事上能够继续的来发展。第二，为着教育部的第2季基要真理的课程，求主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，愿意来接受装备。第三，为第一组来代祷，求主保守眷顾身心灵组员组长身心灵都健壮，能够愿意来侍奉神、服侍人，蒙神的喜悦，用神的话语建造生命，属灵的生命根基稳固不动摇。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一举一动都有属神的特质，来亲近神，领受启示，来传福音。来，我们一起为了这4件事情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在那里要来享受，主啊，你是恩典的主，你是施恩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将我们每个人摆上，来帮助我们在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放下属灵的重担骄傲，单单来敬拜服侍你。说当敬拜的神，我们同时的来敬奉。主啊，我们同心来献上我们的同心同意的
全能的父神，我们同心同意的来到主灵面前，我们要为着财务部来祷告，求主你带领下午的会议进行都能够顺利，所有的议程也都能够顺利的来推动，也让每一笔的奉献都能够用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用好的管理这些的奉献来回应神你的恩典。我们为着教务部所举办的基要真理来祷告，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，也赐给他们有属灵的胃口，让他们的灵命能够得到喂养，生命能够得到建造，不再做属灵的婴孩，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。我们将第一组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赐给他们身心灵都健壮，灵魂体兴盛，甘心乐意服侍神服侍人，生命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建造属神的生命，明白神的心意，遵行神的道路，凡事讨神喜悦，一生都来跟随你，让每一个会友都能够来经历神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报告。我们感谢陈柏志牧师到本主日来这边勉励哈。那因为3月24号我们已经通过了监选，好，其他的时间我们就是跑一些流程，好，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那个陈柏牧师，感谢上帝，好，我们拍手感谢上帝。好，再来5月5号举行今年度的第3次的圣礼典。要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在4月21号以前，向主任干事还有行政来报名。再来基要真理周6班我们的讲员是全嘉玲执事我们开课的时间有2个，一个是4月13，再来4月20，都是礼拜六早上的9点到12点。那麻烦大家就是到教会的1楼有公布栏，这边要填写报名表哈。那课程的内容，在上面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再来，教育部有第2件事报告哈，有2024年的信徒讲座第3次哈，透过腓立比书看工人与教会，那讲员是杨宗生牧师。时间是4月27号的礼拜六，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。那中午有公餐，那地点是在中华路的49号2楼。那4月25号以前，12点以前报名截止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江南教会在2025年即将迎接60周年，我们要出刊那个纪念特刊。那关于特刊的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提供宝贵的意见。那教育部有提供300份的小礼物，要送给我们的会友，有填问卷的会友。那问卷的时间就是4月14号到4月21号。那大家可以回去先想一下有什么样的想法。那在下一周教育部会夹那个在周报，把问卷夹在周报。然后大家就可以先填这样子所以回去先思考一下。然后再来乒乓瘦肉桌的第2集新竹贡丸，那是有影片嘛我们看一下影片。相信大家对我们设计的接力赛也稍微有点眉目了。没错，我们的关卡名称虽然都跟食物有关，但是实际内容都是非常硬核的桌球球感技术。在桌球里面有一种球感练习是将球停在拍面上，那么新竹贡丸这关要做什么就可想而知了。
就是要在风大的环境下做到这件事。虽然新竹的贡丸好吃，跟风大好像没什么关系，还不赶快开始练习？记得还要找一个人组队报名参加乒乓兽肉桌。5月5号，让我们一起重现迦南的桌球热潮吧！好，我们期待下一集哈。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报名。好，传道部报告，2024年周6的礼拜，好，讲员也是一样是杨宗圣牧师哈，题目是与主同死同活。那礼拜的时间是4月27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。那地点是在中华路332楼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不需要报名，可以直接来参加。总务部报告，教会的儿童牧区5楼、6楼，哦，场地有装修的工程，那预计的时间是4月1号到6月16号为止。那施工的期间，哈，5楼、6楼，全部的场地都是暂停使用。哦，造成不便，请大家见谅哦。再来，今天下午1点402有召开财务部会，哦，请部员来准时来参加。好，因为儿童牧区的那个空间哈有在整修，所以我们这边有做一些调整哈。合班的地方改在那个701。教室那分班的部分，幼儿阿嘎贝在2楼的礼拜堂，3、4楼年级组是在401，那1、2年级仍然在503跟502，那高年级班仍然在703，哦，请大家注意。好，4月14日的儿童牧区，哦，将邀请洪桃美的老师，啊，来主理，啊，那题目是和上帝小小声的说说话。时间是下午，10点。刚刚那个是10点半哈到12点哈，刚刚那下午有1点到2点是带领那个雄七的亲子活动，那主题是 EQ 调色盘，那欢迎大朋友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参加。再来4月10号礼拜3 10点半到12点。好，松大讲座，那这是在线上的，那么主题是原生家庭与童年的创伤，那讲师是邱春兰諮商心理师，那如果要上的话，可以洽那个松大的干事。好，第6小组的陈德明弟兄于4月1号礼拜1蒙主恩召，享安息主怀，享受100岁，定于4月13号礼拜6。8点在桃园市立殡仪馆至美厅举行入殓礼拜，然后9点有火化礼拜，1点半在教会的2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那4点呢在外舍陈家墓园举行安放的礼拜，那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。好，那我们4月份的第1个礼拜哈，我们邀请4月份生日的人站起来，好，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。那我们请牧师来祝福祷告。好，请4月生日的弟兄姐妹这边还有没有？那你来前面。哦，有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！好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些
站着，好，请继续站着。我们来为这些站着，好，在我们当中的寿星，还是在线上过生日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来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为每一位站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在这个月份要来欢庆他们的生日，感谢你把他们带到世上，把他们带到迦南教会，带到我们的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家人。也愿上帝你的爱恩典充满在他们每一天。特别在这一年当中，带领他们经历人生当中的突破，经历更多与神的相亲和相近，也让他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让他们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。我们线上祷告祝福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上帝祝福你们，生日快乐，请坐。好，再来宾介绍，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上帝的？好，没有。好，帮我按下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，来，一起来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以弗所书2章22节。好，再一次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以弗所书2章22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心归给至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。创造救赎的主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恩典。父神，我们在恩典中赞美你，我们在困境中，我们更要大声地向你献上赞美。主，我们是何等人，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向你呼求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你，你是大事小事都看顾，你是永不误事的主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保守我们生活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，你的儿女心怀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将你所赏赐的时间、金钱、才干，并我们口中的赞美，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，求主悦纳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哈，在以弗所书2章13节到22节。好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，我们来轮读哈。我先读单数的经节，会众读双数的经节。你们这些
从前远离上帝，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，借着他的死已经接近上帝。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，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，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、使他们分裂的墙。他废除了犹太律法的诫命规条，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，得以和平相处。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基督终止了这种敌对的形式，借着十字架使两者结为一体，得以跟上帝和好。这样，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，包括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外邦人和接近上帝的犹太人。借着基督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，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跟犹太人一样，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。依靠他，整座建筑都得以互相连结，逐渐扩大成为圣殿，献给主。依靠他，你们也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请陈柏芝牧师来分享。所要分享的题目是“让圣灵居住的教会”，让圣灵居住的教会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大地震之后，我们还能够一起来这边做礼拜，有没有觉得格外的平安呢？ Amen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平安的来敬拜上帝。我们都平安的来敬拜。这个地震403地震，好，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挤压造成。好，在这4天内呢，好就已经发生了600次的余震哦。所以对很多人来讲，特别是住在东部的人来讲，好是一个噩梦。好，因为不晓得后面有没有更大。好，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能量的释放。好，那我们的祈祷好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永远不再有地震？大家都知道不可能。那既然地震要来，我们能够做的好，就是要做好预备，好做好预备。而这次的地震呢，跟25年前921地震呢，好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震央不一样。这次是在花莲东边的外海，好大概25公里。但是921的震央在哪里呢？集集，好，所以921地震又叫做集集大地震哦。好，所以是发生在在台湾的中心啊，好，所以它地震造成的伤害好是更加的大，好，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好，虽然已经造成台湾有13个人死亡，6个人失踪，好，很多的人受伤，还有财产还有损失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好，这不是921地震，我们还是能够好想经历到平安哦，但是也没有人保证这个地震以后不会再发生，或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啊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牧师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在这一次地震当中非常火红的一个 App。好，有下载这个 App 的人，请举手一下。KNY 台湾天气地震速报，好都没有的话，好，那现在牧师给大家一个福音好消息，因为这个 App 呢，在礼拜3早上的地震发生前30秒，就是开始发通知警报。然后呢，有看到这个通知警报，他就开始做准备。果然30秒之后，地震就来了，好，地震就来了。好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如果有这30秒的通知的话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好，你可能就会赶快做预备，好，赶快要祷告的赶快祷告啊，要去抱柱子的就抱柱子啊，好，要去赶快抢救小朋友就抢救小朋友啊。好，但是呢，好有这30秒时间，好，让我们可以有更多充裕的时间，好来做好预备，而不是开始摇了，哇，地震，然后才开始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好，头脑已经。等到在摇的时候，我们头脑都已经怎样？慌了、乱了，而也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哦。好，所以
但是呢，坏消息是什么？只有使用 Android 的好才能够下载。如果你是 iPhone 的呢，怎么办？也不要有钱也买不到。好，如果你是 iPhone 的呢，就是看到你旁边拿 Android 的地震通知在跑的时候，你就赶快跟他一起跑。好，就知道你旁边要一个 Android 的朋友。好，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地震发生。好，但是呢，地震更让我们警醒。好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永远不会有地震。不是在美国，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对了，好，有一个地方是永远不会有地震，就是天上。所以在希伯来书说，那是永远不能震动的国，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启示录所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好是不用担心地震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要祷告，因为每次的地震都在提醒我们，好，耶稣基督快要再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为着4月3号在花莲所发生的大地震，我们能够经历到，虽然经历到恐惧、惊慌，但是我们也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。我们为这些受苦、受难、受灾，甚至离开的人，我们献上祷告，也愿上帝再次祝福我们，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快要再来，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来预备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是什么节？复活节。在教会历当中，复活节之后是什么节？清明节。清明节好像没有在我们的教会历当中。在教会圣经当中，复活节之后，接着是五旬节，就是什么？圣灵降临节。所以从复活节开始后的第几天？五旬，就是5个10，就是第50天了。所以中间过了7周。7、7、49天。那这五旬节当中，圣灵降临节就是耶稣复活到圣灵浇灌的时候，这当中是一个预备，不是只有等候。这当中要预备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过完复活节，然后五旬节、圣灵降临节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就在等下半年的圣诞节或是代降节。但是在这段7个礼拜当中，最要紧的就是让我们操练跟圣灵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一起说，跟圣灵之间的关系。以弗所书1章第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他借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。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？你知道有哪些福气？好，牧师很快的帮大家整理这7个天上属灵的福气。好，在我们周报上面也有。这些属灵的福气，不是你上天堂之后，不是你去到天上才能够享受，而是你今天就能够得着。它所代表的儿子的名分，代表我们被上帝所拣选，我们在万人当中被神所拣选，做神的儿女。得救赎的赦免，代表我们是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白白的赏赐，罪得到赦免。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明白上帝的奥秘，他所赐下聪明智慧。而我们能够得知，我们将来有基业，是上帝给我们的预定，在时机成熟，我们要与耶稣同归于一。我们能够得到真理的福音，带给我们盼望，这是一个得救的真道，让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主基督。我们能够得到应许圣灵，圣灵成为印记，让相信的人就能够领受，并且要同得基业。而最后一直到得赎日子，得荣耀称赞，我们有圣灵，就是凭据，直到得赎完成大业。这些天上属灵的福气，是要给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礼物。阿们。所以不是等到我们上天堂之后才去收集，而是我们还在地上，还在这世界，我们就要得这些福气。但是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，圣灵的印记，圣灵的凭据，对很多人来讲陌生。什么是圣灵的印记？圣灵的印记要盖在哪里？盖在头，盖在后面。好像那个牛啊，要盖去摘的时候，它要在身上要个烙印啊，好，就盖在它的臀部啊。好，这是证明这是美国牛。但是圣灵的印记盖在哪里？还有凭据，凭据的意思就是保证金啊。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保证金，或是给我们一张保证。这个保证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。那个保证在什么地方呢？
以弗所书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得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关键就是要透过圣灵。感谢大家，在过去2个礼拜的拣选当中，选出一位不是新的牧师啊，选出一位旧的牧师啊，来到迦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。也在这几个礼拜当中那个人就是我，然后就是我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陈柏志牧师啊，在这边跟大家谢票，感谢大家的一票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回到迦南教会，也要谢谢迦南教会弟兄和姐妹啊，自动自发去8楼的牧师馆打扫和整理啊，因为要为牧师全家预备一个居所。我们会为新的牧师，其实不是新的牧师，旧的牧师，不管新的旧的，我们都会为他预备一个居所。但是比为牧师预备一个居所更重要，我们教会有没有为圣灵预备一个居所？怎么样为圣灵预备一个圣灵愿意喜欢住在迦南教会的居所呢？这张图呢，这是在这次地震当中，如果没有看新闻就知道，这是一个花莲王的家，但是他现在被改封号了，叫做礼盒王礼盒王，就是收了很多的礼盒。如果一个家中呢，这么乱，这是因为地震造成，不是平常地震造成。如果这么乱，我们有办法住在这里面吗？连这个花莲王都要出去住民宿了，他说他没有办法住在家里面，就出去住民宿了。但是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是这样子的大地震，这样的混乱，圣灵能够住在教会吗？什么是圣灵？欢迎圣灵的居所呢？透过以弗所书，在前2个月当中，我们读了马可福音，复活节之后，我们开始读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2章就开始跟我们介绍，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。圣灵的居所，你要先知道圣灵不喜欢住在什么样的地方。所以以弗所书提到有几件事情。以前我们因为犯罪，因为灵性上死了，因为我们被邪灵控制，所以圣灵没有办法与我们同住。但是不是只有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？因为保罗在第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前也都跟他们一样，放纵本性的欲望，随从肉体和意念的私欲，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，都注定了要受上帝的惩罚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用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放心透懂，而是我们一样，连保罗说他自己也是这样。没有因为犯罪，因为灵性的死亡，因为邪灵，所以我们跟神隔绝。但是耶稣来做了这3件事情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，还有耶稣的复活，还有耶稣的升天和掌权，所以我们不在罪过犯罪死魔的当中与神隔绝，而是透过基督的爱，我们得到赦免；透过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得救；透过基督升天，在天上掌权，我们能够胜过邪灵，我们能够得胜。所以，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，圣灵成为我们有圣灵居住的居所，圣灵愿意住在我们身上。否则，我们的生命因为罪、因为死、因为邪灵乱七八糟，圣灵不愿意停留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圣灵开始住在我们身上。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，要我们行善，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。上帝使用我们能够去行善，不是因为我比人家好，不是因为我比人家强，我比人家有恩赐、会赚钱、有聪明才智，而是圣灵，上帝借着耶稣，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改变，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去做善功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来敬拜，我们也来服侍，我们也来做招待，我们也来做发周报，我们也在这边排椅子，我们来帮忙打扫教会，我们也开始建造教会，让迦南教会成为圣灵乐意的居住的居所。但是除了罪死魔，
以弗所书保罗又继续提到几件事情是圣灵不愿意居住的。首先就是我们的命运。保罗提到有一群外邦人生而成为外邦人的，他们不跟犹太人不一样，没有接受割礼，所以12节我们一起来读：那时候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，是外人，不在上帝选民的行列里。你们在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约上无份，在世上没有盼望，没有上帝。保罗说，就算你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，胜过了邪灵，但是你出生不是犹太人，很抱歉，你呢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约，很抱歉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盼望，你在这世界上就找不到上帝。如果你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，你也找不到盼望，你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之约，你也没有办法找到上帝，因为你的命运就被注定了。但是耶稣却让我们从前远离上帝，现在却能够跟上帝亲近。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因为他把那个隔绝借着基督的血，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能够亲近了。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，圣殿的布幔从上到下裂开，变成两半。这两半本来是挡住隔绝的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，但是耶稣把它撕开了，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不仅让我们得到赦免，得到拯救，得到胜利，还让我们得到跟上帝亲近的机会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来做礼拜，我们都来聚会，来敬拜上帝，这就是一个耶稣为我们预备亲近他的机会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从前远离神，是因为我们有罪、有死、有命运的安排隔绝。基督已经帮助我们得胜，但是以弗所书继续告诉我们，这样还不够，这样子还不能够成为圣灵的居所，因为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除去呢？我们还有冤仇没有除去啊。以弗所书后面继续说到，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，让犹太人、外邦人合为一。这两种人是非常的仇恨、歧视，甚至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坐在一起啊。一个投给民进党的，跟一个投给国民党的人，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办法一起吃饭？有没有办法一起去爬山？有没有办法一起？好，可能去的时候沿路都在吵架。那我再问他们有没有办法一起来做礼拜？应该可以吗？还是会一个国民党的教会，然后一个民进党的教会，一个民众党的教会，教会都要分颜色、分派别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不完全，就不完整。但是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和平。15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，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，得以和平相处。本来中间是有一道墙的，但是耶稣怎么废掉呢？他借着他的生命，就是他的死，废掉了那座墙，让这两种格格不入的人和平相处。而16节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终结这个敌对的形式。本来是冤仇冤家，一看到就生气，就讨厌，就想要冲上去给他一拳。好，但是呢，却能够结为一体，跟上帝和好。基督怎么做到的？基督怎么做到的？冤仇，牧师把冤仇分类啊。冤仇最简单的分类，我把它分为3种。第一种叫做过去的，第二种叫做现在的，那第三种呢？将来的。过去的冤仇、现在的冤仇、将来的冤仇，你觉得哪个最可怕？那我换一个问题问：过去的地震、现在的地震、将来的地震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可怕？将来的，还没有发生的。将来的冤仇，就是你不知道
你以后会跟谁结怨？这个是最难去提防的。就像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地震会来，以后搞不好会有人发明一个 app， 就是你要跟人家结冤仇的时候，然后提前30秒，当当当当当，小心哦，你再继续讲下去，这个人就变成你的仇人哦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如果你再继续做这个事情，好，你可能就开始树立很多的仇人哦。但是圣灵也在提醒我们，好，去避免冤仇。过去的冤仇代表它已经化解了，就成为过去式了。那现在的呢，还没有化解。所以当牧师讲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化解的冤仇？你内心当中还有什么事情、什么仇恨是记在你的心中？你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如果你现在结束了，但是你要很小心，因为那将来的冤仇代表着重蹈覆辙。你把过去结仇的经验又再一次发生的时候，那就很严重了。如果你已经化解了，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就成为新人；还没有化解的，我们都是仇人，带着冤仇的人。但是如果你是继续重蹈覆辙的人，圣经没有写，但是我说这样的人叫做愚人。好，他是在4月1号好庆祝愚人节，因为他没有学习到教训。但是保罗说，成为新人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，peacemaker。仇人，耶稣帮助我们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冤仇，你要带到哪里？不是带到你的小组长，好，不是告诉你的老婆，告诉你的老公，不是只有告诉牧师，而是你要带到耶稣，都交给耶稣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，这些钉他十字架上的都可以说是耶稣的仇人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下就消灭那个冤仇。所以你觉得耶稣在断气死的那一秒钟，心中有没有仇恨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胜过冤仇，消灭那个冤仇。但是我们心中还没有冤仇，你有没有办法把握保证，在你断气或是下次大地震要来，就算你有30秒的时间，这30秒的时间，你有办法消灭你心中的冤仇，然后你就去见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没有冤仇了吗？那30秒够吗？其实如果你真的愿意，不要说30秒，0.3秒你就可以消灭冤仇。只要你愿意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0.3秒就可以消灭冤仇。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。当你愿意去饶恕人，刚才嘉生长老带领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，当你愿意去做饶恕，你就被饶恕；当你愿意去原谅，你就被原谅。反过来，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你们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怎样，也必不饶恕你们。因为你的仇是带在你的身上，就算你进到了天堂门口，上帝看我们还是一个带着冤仇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用十字架去消灭冤仇。而怎么样去避免重蹈覆辙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，给近处的人。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哪边开始有战争、有争执、有冲突、有伤害，你要去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有可能很远很远，在以色列那边正在打仗，在乌克兰那边在打仗，你要去传和平的福音，但是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在打仗，可能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打仗，也需要去传福音。因为2章18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：借着基督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
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。最近好像妈祖好在到处巡回，好不同的妈祖在不同的巡回，在妈祖巡回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好愿意同台的画面，好就是在妈祖的面前，好大家都愿意同台。但是在上帝的家中更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意识形态，但是我们都来到同样一个上帝的面前，请问是谁做到的？是借着圣灵做到的。在同一位圣灵，我们才能够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所以耶稣他对付我们的罪，对付我们的灵命的死亡，对付我们的被邪灵的控制，对付我们的命运，还对付我们心中的仇恨，让我们得到赦免，得到拯救，得到胜利，得到亲近，得到和好。还有2件事情，耶稣要做的，就是让我们从外人变成家人。我们一起说：从外人成为家人。你们不再外邦人，不再是外人、陌生人，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人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基督耶稣是这个家的磐石。外人就是他的意思是指外国人。外国人来台湾可不可以用台湾的健保？虽然可以做台湾的捷运，但是他不能用台湾的健保。所以当台湾是去年吗？每个人领到6000块，没有领到请举手。那我就知道你就是外国人了。如果你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这6000块你都有领到。好像是前年啊，不是去年，前年。想再领吗？想哦，好想，我们就要大家努力工作赚钱，好让政府的税收高一点，好那政府还退税给我们。好，但是外国人却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同胞和子民，怎么做到的呢？还有陌生人，什么是陌生人？很简单，等一下做完礼拜之后下楼，从你前面走过去的人就是陌生人。等一下你要走回家的路上，一堆的陌生人。等一下你要开门进你家的门前，一堆的陌生人。什么是陌生人？名字叫不出来的就是陌生人。我来考一下，你旁边是家人还是陌生人？家人。那你知道你旁边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的，现在跟他自我介绍一下，来给大家10秒钟介绍一下。如果你不认识你旁边的人，好像我刚才旁边有一位陌生人，好，结果呢，我会问说：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强强。”哦，吓我一跳！你是强强，那你旁边是谁？是我的女朋友。哦，原来我认识的强强说你变帅了哦。好，这变得很不一样哦。外形是陌生人，可是他名字一讲出来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你就是亚强，好，你就是亚楼的哥哥，所以他就不是陌生人了，因为我叫得出他的名字。请问在迦南教会当中，你可以叫出多少个人的名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没有几个。那请问你来迦南教会多久？没有几天，没有几年，还是已经很久了？为什么来教会这么久，可是很多人连名字都叫不出来？我帮大家找到一个答案，因为我们都挂口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但是尴尬的来了，口罩拿下来之后呢，更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你已经看太久，看习惯了。这个人没有嘴巴，这个人没有鼻孔，你已经看习惯了。突然看到他的鼻孔和嘴巴，哎呀，真的是陌生人。可是基督让陌生人变成家人，你可以叫出他的名字，甚至你还知道他在哪边工作，他在哪边上学，他现在几岁？为什么？因为家人。所以你在迦南教会怎么样跟大家成为家人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你要主动跟人家介绍你是谁，你要主动跟你不认识的人主动去介绍你自己。你好，我叫做苏正雄。好，
我是狱卒的爸爸，好，你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就是我女儿，好，你要自己主动去介绍，然后再请问说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样子就可以说他已经不是陌生人。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你主动叫出他的名字，好，你可以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，这样子就已经超越那个陌生人，因为陌生人是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现在你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你叫得出他的名字。为什么外国人变成上帝国的同胞，陌生人变成上帝家里的人？因为有使徒和先知。我一直很想叫这个加什么？加瑞，好，林加瑞，我们的加瑞兄啊，加瑞兄来到迦南教会，好，应该也蛮久了。好，那当初加瑞兄呢，我印象很深。好，他是开着保时捷，好，他不是开着保时捷来做礼拜的，好，他是开着保时捷在外面的世界赚钱。好，有没有开过法拉利？不好意思讲。好，那时候呢，哇，他在外面，好，这个真的是叱咤风云。可是来到教会之后呢，哇，他真的是不断的好参与各样的服事当中啊，各样的服事当中，而且呢，他也不断的去传福音。加瑞兄能够来到教会，请问是加瑞兄自己来的吗？请问是谁带领加瑞兄来到迦南教会？圣灵带领你来的。好，那圣灵带领加瑞兄来到教会，好，一定让来到迦南教会，你认识第一个人是谁？牧师哦，不是，我以为是廖宣长老。好，反正那时候呢，加瑞兄他有参加好这个 CBFC 吗？好，国际这个基督徒好这个弟兄会。但是在这当中，这一些人跟他传福音，带领他，让他的生命好认识了上帝，所以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陌生人。所以每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人，就像是使徒，带领人信耶稣；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分享上帝话的人，就像是先知，能够让人明白上帝的道理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的教会有使徒，有先知。我们的教会有使徒，有先知，就是有传福音的人，也有分享上帝话语的人。所以这几件事情，我们把它加起来看。本来圣灵不能住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是死人，是被邪灵充满的人，是个命中注定与神隔绝的人，是一个带着仇恨的人，是一个外人，是个过客。但是基督让我们得到拯救，得到赦免，得到胜利，得到亲近，得到和平，得到上帝的国，还得到天上永恒的基业，永恒的奖赏基业。这好像一个房子一层一层的盖起来，而以弗所书说，这个房子的基石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这个家的基石。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中间这么多个十字架，没有耶稣做的这一切，我们的生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，圣灵不能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因着耶稣一个一个的被修剪、被对付、被洁净，恢复次序，恢复上帝所造美好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借着圣灵的居所。所以21节、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倚靠他，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，成为圣殿，献给主。倚靠他，你们也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地方。居住的地方。常常有人说，我被圣灵充满，可是旁边人说，我怎么没有被圣灵充满？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，这边人说都被圣灵充满了，可是这其他人都没有，你觉得这是一间教会，还是这是同一间的教会吗？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在一个人，
而是在一群人的身上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圣灵的充满是在一群人的身上，圣灵的充满是在一群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当中只有2、3个人觉得被圣灵充满，其他人完全没有感觉，在上帝的眼中来看，这还是一个没有被充满的，因为我们可能有罪，可能有灵性的死亡，可能有邪灵，我们可能有仇恨，我们可能失去了和平，我们可能彼此的冷漠、陌生，以至于圣灵没有居住在我们当中。但是我们借着耶稣一个一个的对付，整座建筑就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，成为圣殿。迦南教会在明年要庆祝60年。你知道迦南教会是从哪里来的？桃园长老教会，很好。桃园长老教会从哪里来的？南坎长老教会。那再请问，南坎长老教会从哪里来的？马街，从马街开设的。那我再问哦，马街从哪里来的？加拿大来的哦，没错。那加拿大的马街从哪里来的？从苏格兰，他爸爸妈妈从苏格兰。那苏格兰的基督徒又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就是从 John Knox 好去到瑞士的日内瓦好跟约翰加尔文学习来的，成为改革宗。那加尔文从哪里来的？好，你可以回溯到从圣经来的，从圣经来的。所以我再问一次，迦南教会从哪里来的？还是桃园教会啊？对，好，这样你们听懂了哈。好，牧师绕了一大圈。迦南教会不是搭着太空船、外星球降临，迦南教会是按照圣经来的，每一个教会也是。那请问恩高227教会从哪里来的？迦南教会来的。好，那我要再讲一次了。那迦南教会从哪里来？好，恩高227教会也是从圣经来的。每一个承认使徒信经、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，都是基督的教会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殿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，你就会知道整个世界有几间教会。正确答案，整个世界只有1间教会。圣经还说不是整个世界，叫做宇宙。整个宇宙只有1间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明白，那表示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不会看教会哦，这是长老教会啦，这东西行街头的都是民进党的人啊，这个浸信会就怎么样了，这个灵粮堂就怎么样，你就不会眼睛好这么眼花缭乱。你看到这么多复杂的教会，可是看不到宇宙唯一的1间的教会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居住的地方啊。在迦南教会可以允许各种的颜色，在迦南教会可以允许各种的国家，不是因为牧师的关系，不是因为小会员长职的关系，是因为有圣灵在迦南教会，所以他欢迎接纳不同的人。以前在迦南教会做礼拜，还有一群菲律宾人在这边做礼拜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他们去哪里了？应该不是被我们赶走的了。我知道他们去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好像在民生路那边，在复兴路、民生路那边，他们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所以感谢主，他们现在有自己的教会，他们有自己的教会。同样的，这也是基督的身体，是1间的教会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就是要彼此的接纳，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颜色，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，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过去。但是，借着我们在同一位圣灵当中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体，成为上帝同一国的人，成为一家人。所以，再次跟你后面的或是另外一个人说，
我们是上帝国的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圣灵的凭据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他说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因为有圣灵一直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我有份。如果没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你就开始怀疑了，就开始模糊了，因为有圣灵，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。所以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建造新生命，使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，不是只有建造一个建筑物。请问建造教会比较简单，还是建造一个新生命比较简单？好，我都对啊，好，因为这个问题我问了3次，好，那每一场的人呢都有不同的答案，2个都会听到。建造教会要花钱，要花时间，你要找建筑师，好，要开工，哇！可是对有人来讲，建造新生命比较简单。我等一下结束之后，我就去传福音，我去火车站走一圈，搞不好等一下就会有人跟我来信耶稣了。但是我去火车站走一圈回来，可不可以就建好一间教会？没可能啊！好，但是对有人来讲，我建教会可能2-3年，可是我要去传福音给一个人。可能是20年、30年，我也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一个人。可能对他来讲，建造教会比较简单。可是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建造生命，让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，把这些罪、死魔、命运隔绝，这些外人、这些陌生人、这些圣灵不愿意居住的地方，统统把它整理，让圣灵愿意居住。建造教会就是打根基，不是看神迹。有的人来教会，哇，想要来求神迹，上帝啊，让我可以早点生小孩；上帝啊，让我的负债可以早点还完；上帝啊，我还没有准备考试，明天就要考试了，让我明天考试呢，至少可以不要100分，至少可以及格吧。他要用这样子，可是他却不愿意打根基。教会有个根基，就是基督。这个基督就是在使徒、先知的基础上面。教会没有读圣经，教会没有传福音，教会只要看神迹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教会很奇怪？就好像你希望一棵树不断的这边结苹果，这边有奇异果，这棵树也有火龙果，可是你不管这棵树有没有树根，你只在意这个树上有没有各样的果子。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些树根，这些果子是哪来的？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它一定是去好事多买来的，接上去的，这边接一个，这边接一个。只有真的有打根基，从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灵当中有营养生长出来的，才是真正的果实。那个果实才有 DNA， 不然那些果实买回来的，你拿来种也种不出东西来。建造教会是一个上帝的家，而不是一群的宗教家，不是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宗教，而是把教会当成一个家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从陌生人变成家人，我们从外国人变成同一国人，我们从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意见，可是在圣灵的当中，我们却能够成为一体。因为基督是这个家的基石，而这个家就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居所。所以我们很快缺个旧的牧师要在迦南教会来就任，在5月26号。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，就算有牧师来就任，但是圣灵如果没有住在我们教会，安呢代志就大条啊，代志就大条啊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圣灵不愿意，他不喜欢住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去竭力保守。好，这是下个礼拜要讲的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上帝要我们竭力去保守。如果教会失去了和平，这个地方圣灵就没有居住的地方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有在这个礼拜，我们有小组的分享，你可以跟你的组员、跟你的家人来分享，天上牧师列出来这7个属灵的福气，你有体验到哪一些？而当基督徒意识形态不一样，一个想要往东，一个想要往西，一个想要吃咸的，一个想要吃正的，两个就烧破，然后咧，搁弄破顶，就变做天乌乌，要落雨。如果一个教会大家拢咧天乌乌，要落雨，圣灵怎么样帮助一个教会，或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欢迎圣灵帮助我们合一呢？还有更重要的，圣灵为什么成为一个凭据、一个保证？这个保证怎么看得出来？只有看牧师吗？还是只有看长老吗？还是看这一群的迦南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呢？牧师要带领大家来一起为2件事情来祷告。第一个祷告，我们要为在教会受洗2年内的家人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受洗还没有超过2年的？有吗？受洗还没有超过2年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举个手。在这边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香珠姐，好，香珠姐。还有没有受洗还没有超过2年？那边还有一位是不是？叫做你已经在穿背心了，叫做什么名字？啊？阿秋，好，阿秋，好，香珠姐，阿秋，或是在线上，好，可能线上参加的，或是可能在我们家里面，或是我们所认识的小组员，他们都是新生命。他们都也跟我们一样，曾经在罪、死、魔，在命运当中挣扎，在仇恨当中挣扎，在隔阂当中挣扎。他们更需要我们这些过来人帮助他们一把。这时候我们就一起举手来为这些新生命来祷告。香珠姐、阿秋，或是在我们小组当中的新生命，求上帝带他们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在我们当中的新生命们来祷告，他们是我们的家人，是上帝我们所预备的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香珠姐，祝福阿秋，祝福每一个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他们都能够在上帝的家中成长，都能够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茁壮。主啊，让他们能够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主啊，让他们夜也不枯干，让他们更加的认识神，更加的爱主，更加的与主亲近。谢谢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线上的祷告、祝福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第2件我们要祷告的事情，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，什么是隔断的墙？你觉得迦南教会有没有墙？但是这个墙不是保护，不是在外面，在我们里面。过去在圣经的时代，圣殿有一座墙，这一座墙叫做外邦人墙，就是隔绝外院跟内院。外邦人要到圣殿最近，就只能够到这座墙。等他走到这座墙的时候呢，他会看到上面一个牌子，写外邦人跟狗不能够进去。这个牌子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隔绝，但是耶稣用他的身体毁了那一座墙，不仅毁了那座墙，连那个祭司都不能进去的至圣所，耶稣也把它打开了，完全打开了。如果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知道教会不分蓝绿，教会不分你我，教会也不分教派。如果你有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你就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要为迦南教会来祷告，特别迦南教会在过去的这半年当中，经历了牧者团队的离开，经历了有46个的弟兄姐妹也离开。
在这当中可能有伤害，在这当中可能有误会，可能有眼泪，但是我们都是家人。尤伯宏牧师、刘应业牧师、黄世倩牧师也是我们的牧师。虽然大家在相处上面没有继续在同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都在上帝的国度当中，我们都在继续在基督的身体当中。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知道、看见，我们不能够把墙筑起来，而是要把墙拆毁。我们要让不是只有恩高教会、迦南教会，我们要包括桃园教会、南坎教会，包括卓越教会、行道会、灵粮堂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。只有圣灵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见、知道，我们愿意跟他们结合，成为一体。所以，让我们来为教会祷告，为中间隔断的墙来祷告，求上帝来拆毁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现在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迦南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拆毁在迦南教会中间隔断的墙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拆毁人心中的高墙，让高墙来倒塌，除去我们的意识形态，除去我们心中的受伤。主啊，除去我们心中的不饶恕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，主啊，带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使命，成为和平的使者，祝福恩高227教会，祝福游牧师、刘牧师、黄牧师，祝福每一位去到恩高教会的弟兄和姐妹。主啊，祝福所有在桃园的教会，都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都要在圣灵当中合为一。主啊，成为上帝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我们要彼此来连接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愿上帝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这个礼拜当中，我相信，如果圣灵感动你，要成为一位和平的使者，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使命去传和平的福音，不要再重蹈覆辙，不要再成为愚昧人，不要在嘴巴说愚昧的话，不要再制造分裂、制造伤害，要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成为圣灵的居所。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我们要传和平的信息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曾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耶稣，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亲爱耶稣，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见他的光。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付出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我们都是基督的家人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。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个家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建立的。每一个要拆毁基督的身体，都是神所不乐意的，都是圣灵要禁止我们的。求圣灵帮助我们
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家，让上帝的家不是只有在中华路，让上帝的家不是只有在桃园，而是在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巷子都有上帝的家。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陌生人，而是上帝国的子民，而是上帝一家的人。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邀请你跟你旁边弟兄姐妹牵起他的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，给我盼望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亲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。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付出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更大声的唱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付出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今天可以和我的家人一起在这边敬拜。谢谢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我们都是基督用重价所赎回的，我们都不是外人，都不是陌生人，更不是仇人，我们是枝子，你是葡萄树。现在圣灵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连结彼此，让我们每一天彼此的祷告，不论环境，不论大地震，不论世界如何动摇，如何改变，我们都要坚定于你。谢谢爱我们的父神，也谢谢爱我们的天父。愿上帝的爱永远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百姓的身上，在迦南教会，在恩膏教会，在桃园南坎教会，在国内的教会，国外的教会，在全世界的教会。谢谢父神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最后再一起来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付出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成为和平的使者，传和平的福音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
好，我们今天礼拜到这里，那麻烦请一起帮忙收椅子。那我们的爱餐。